再来新闻来关心一个火烧厝，新北深坑半暝发生一件火烧厝的意外，规栋的住户本来拢还伫困，这个警察先赶紧走出来，这个火伫半点钟内就被拍花。这个火灾意外，初步判断应该是这个充电的这个手机唔知什么原因爆炸导火。厝主本来是要淋水拍火，想不到火若无发，电到愈烧愈严。消防局提醒乡亲，若对着电器导火时，千万唔通淋水，以免去电到，嘛甚至会引起到爆炸。对窗仔门会当看得出发生火烧厝，而且阁有乌烟直直冲出来，看得出火烧甲真猛，而且一直有住户对公寓走出来。那时候我在睡觉，然后我就闻到那个烟的味，看不到特定的东西，就在后阳台一直等待救援。困到一半，熊熊精神，住户也真惊狂。今日半暝12点外，深坑老街一栋公寓发生火警，导火点就伫3楼的房间。警察到场了后，赶紧有水线来灌救。规间房间风烧了了，导火原因是一支手机啊。伊困啊，边啊砰啊，砰两声，伊导火你俩，伊全走变数，渗水要淋袂熄。要用水淋伫手机顶，火无互拍花烧甲搁较旺。这是因为电器导火时，通常会连接电源，拄着水可能会漏电，甚至互电着。就算甲插头拔掉，旧电器互水压着，嘛有可能因为温度下降爆炸。上好是用灭火器或者是赶紧逃生，千万莫用水来拍火。人在睡觉时不易察觉火灾，建议睡觉时拔除充电线较为保险。火势伫半点钟内就用控制，好加在火灾无造成人员伤亡。上局嘛提醒厝内一定要到火灾警报器，伫火灾发生的时才会当争取更较侪时间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